42講周易第15篇，謙山上地下，承德禮讓下。65不賦以其鄰，利用侵伐無不利。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未得把家中有用嘅大量財物去展示相近嘅人，要努力得成果，應靠幫助或輕輕進逼或武力征服，沒有未付出努力而有成果嘅。以擁有財物切勿炫耀，免招致他人妒忌或誤會自身貪婪。到樓出手相助他人，就算要進逼驅使或者要武力征服，大家知你係定出於正義，便會出支持，因此成功。例證65君子承德推翻洪憲，服眾能忍，持機成功。革命黨人武昌起義，清朝投袁世凱之餐，袁承基接管清朝軍政大權，原先逼革命黨人停戰，再逼清帝退位。他非常不滿孫中山先生被推舉為臨時大總統，國父為免內戰，於是讓位，但要袁答應清帝退位後建立共和，才推舉他為大總統。事成後，袁強迫政府不遷，破壞約法，向外國借款，刺殺國會代理事長宋教仁。國父發動第二次革命討伐，悉未能成功。袁改約法後，成總統獨裁制，與德英美達成協議，同日本簽喪權辱國嘅21條，如此出賣中國利息，係怕外國阻撓佢稱帝。源於1915年稱帝，國號洪憲。蔡鍔德才兼備，29歲時被推舉為臨時革命總司令，發動昆明辛亥起義，數日光復雲南全省。任都督期間，大力推行新政，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，深受敦煌愛戴。袁世凱強召蔡鍔入京，令蔡虛與委蛇，不為己用，遂將他軟禁。蔡與老師梁啟超定下討伐雲南發動起義嘅策略。蔡假作迷戀美妓，小鳳仙萎靡不振，兩人待監視鬆懈，便逃之夭夭。袁世凱大怒，追捕不獲。蔡返抵昆明，宣佈雲南獨立，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，發動護國戰爭，遂率領4個規團約8000人入川，轉戰立溪、瀘州一帶。護國軍軍火糧餉等遠遜袁軍，後方接濟應時權。不過奮戰數月，雖未奪瀘州，已成功牽制袁軍主力推進。蔡登於敵我懸殊形勢下，突發各路出擊，殲袁軍過半，但可以全身而退，聲勢從此浩大。各國遂放棄支持袁世凱，袁世凱被迫解除帝制退位，羞憤病死。以前響應國父護國嘅軍人常各自為政，別具私心，戰績不佳。蔡鍔年紀輕輕已經戰績輝煌，忠心為國，不圖個人利益，重心歸向馬首是瞻，同仇敵愾，遂能一戰攻城。梁謀5謙君子不炫富，避免妒忌及誤會貪婪。遇不合理嘅事而需要武力解決，大家已經相信係為伸張正義，所以支持。上6明謙，利用行私，徵邑國。甲骨文嘅意思係解作向人表露自己係承德禮讓，要努力有成果，得靠幫助，可以去集眾行軍，用武力進攻討伐有人管治嘅城市，或者以建立主權嘅地域。意思係雖然承德禮讓，若咗集眾行軍，一要得人了解、信任、支持；二表明已設法，但最終要動用武力；三所討伐係有人管治嘅城市，或有人捍衛嘅領土，所以要尋求支持。例章上6仁義之師，更需交代，大局為重，一齊澄清。很多人以為君子應行事清高，只要有理，任人誤會亦都冇需要多解釋。意大利曾被列強分國統治，名將格里波底需要老邁奮戰解放意大利，不斷有流言中傷佢會自立為統。佢只要一面揮軍北上，一面誓言並冇野心，
直到完成大業，佢才獻出兵權，然後退隱。周公輔助周成王，受盡反對立同流言。成王掌權之後，誤信讒言，追殺周公。幸好成王發現一些簡，記下周公當年如何忠心耿耿，盡忠職守，又投天接受以保成王平安。成王十分感動，哭請周公回朝。袁世凱不滿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，國父不忍再生內戰，要袁答應使稱帝退位同埋推行共和，才退位推舉他為大總統。格雷波底、周公同埋國父都係君子，佢哋若忍氣吞聲，不公告苦衷內情，人心必對散渙，又怎成大事呢？良謀錄就係仁義師師，師出有名，解釋清楚事端，為何集中部署所要討伐嘅對象，令人信服支持。用3個中國史實以形謙嘅良謀。一、伊波拉病毒。伊波拉病毒已經肆虐多年，多個醫學有成嘅大國都操守無策。製片商就攝製不少以此為題材嘅恐怖片。2014年疫情再大爆發，不少居於非洲嘅外國人受感染，情況失控，亦有機會波及全球。幸好有熱心國家挺身而出，前赴災區，把患者緊密隔離，悉心照顧，成功開發新藥物，令大多數病人康復，終告抗疫成功。感恩者將好人好事公諸於世，一加拿大醫護係其中一個主力，二各國醫護供應中國功不可沒，三因中國醫護勇於親臨前線，照顧病患毫不考慮自身危險，四病發死亡率極高，有啲國家憂慮國民應否服用新開發嘅藥，亦有所謂專家質疑新藥成效安全，警告如果出事定會追究。然而大多患者感的義工既感犯險，佢又何怕服用呢？誰得以康復？對抗伊波拉嘅貢獻，見證中國吸取2003年沙士疫情嘅經驗，抗疫成就亦都已經突飛猛進。不過5年之後，2019年嘅武漢新冠爆發新冠肺炎，卻有人即發出對中國不利嘅論調，現全中國並不惶恐，同心協力排除萬難，科學理性快速成功確認。國外人士都大多不信納呢荒謬指控。中國抗疫專家多年努力應付新冠疫情，亦能夠化險為夷，更發揮謙之真意，幫助多國取得信任同埋敬重。二係巴基斯坦人造衛星。2014年，中國使用長征3號月運載火箭，將巴基斯坦多任務通訊衛星升空，成功送入預定軌道，係中國航天科技集團長城公司繼2011年交付巴基斯坦嘅第二個公訊衛星。呢個衛星服務壽命為15年，定點於地球同步軌道，東經300.2度赤道上空，可覆蓋巴基斯坦本土同埋周邊嘅巨區。衛星將為區域內用戶提供電視、廣播、區域增強通訊、高通量寬頻以及星機增強導航等多種服務。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發表祝賀：一、多任務通訊衛星項目彰顯咗巴中兩國強有力嘅合作同埋夥伴關係，標誌着巴基斯坦太空與同通訊能力嘅重大進步，展現咗巴基斯坦嘅科技實力，證明咗國家嘅潛力同埋未來嘅光明前景。透過與中國嘅合作，推動咗巴國進步，利用科技造福人民。二就係衛星擁有先進嘅通訊技術，可望改變巴當前嘅數字環境，為全國提供快速嘅互聯網設施，改善人民生活，促進電子商務、網上政務同埋經濟發展。三期待巴在追求太空同埋通訊技術領域進步方面取得更大成功。呢個巴基斯坦衛星已經係中國長城公司交付國際用戶嘅第14個在軌通訊衛星。中國自強不息，樂於助人，贏得信任，將科技成就無私與其他國家分享，用謙嘅良謀助大家互惠互利，有望能成就國際大同。三就盧旺達。1884年，盧旺達淪為德國殖民地。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
成比利時殖民地由圖西族國王統治。1959年，胡圖族屠殺圖西族成為主導，並於1962年獨立。1990年，圖西族領導盧旺達愛國陣線發動內戰。1994年4月到7月嘅中旬，胡圖族極端分子屠殺圖西族人同埋溫和派胡圖族人，100萬兒童、婦女同男子被殺，家人反目，朋友承受，血腥席捲全國。最終盧旺達愛國陣線勝，哈德梅成為盧旺達領導者。佢破除國內種族矛盾，取消盧旺達內的胡圖族、圖西族人嘅名稱，全改稱為盧旺達人。全國多個村啟用近萬個蓋加加法庭，由全體村民參與審判大屠殺嘅罪犯。因為得到人民支持同埋和平共處，種族矛盾同埋爭鬥逐漸消失啦。種族大屠殺令盧旺達民生經濟崩潰，基礎設施損毀。卡加梅派訪中國，根據盧旺達情況，仿照中國作出不少決策，經濟得以快速發展。盧旺達農業為生，大屠殺令國家嚴重缺少勞動力。卡加梅請中國農業專家協助，向中國購買農業機械，提供科技去增加生產。卡加梅更仿效中國設立經濟特區，促進國家商業同埋工業。卡加梅在任總統20多年間，把國內生產總 GDP 翻咗13倍，變成祥和同埋安定嘅國家。2017年，卡加梅以98.79% 得票率成功3度連任總統。2022年，中國取消盧旺達710萬美元債務，取消大額無息貸款一部分，助盧全面轉型，從冠狀疫情恢復，更深入合作一帶一路。而家盧旺達人對中國人非常熱情，佢哋能說流利中文，係欣賞中國文化，更希望有日到訪中國。盧旺達遭苦難幾萬劫不復，卡加梅得中國資助，佢又仿效中國行謙之道，因而絕處逢生。雖得盛德禮讓嘅君子幫助，不過事態常生變化，因而得失難料。周日下篇語，教人若好事將成，怎才不會功虧一簣呢？下檔見。